它的前身呢是物质乐园哈。那物质乐园拆除之后，阮地方就咧想讲要那个活化，所以呢，刚好它的位置是伫咱的庙的边啊，所以营造出来呢，跟庙的文化刚好是相符的啦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好玩好看的地方哈所以相信这个公园在这促进我们的宗教文化也好，促进我们的观光的经济效应也好，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针对跟我们妈祖庙对不对做一个共融的部分，那我们基本上是用它的太极的理念，配合现地的一些原本的一些设施，那可以营造一个儿童跟我们现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结合的部分。除了这个中间这个太极的喷水池以外，那两侧有一些游具的部分，加上一些凉亭的部分，营造出一个我们妈祖庙一个庙会的部分这样子。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剪彩。这是一个具有宗教文化意义又具有亲子意义的这个公园，大家可以看到许多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来这边。那最重要的是，它在庙方的全力支持下，在短短1年内就已经能够完工，克服了许多工程上的困难，还有地下箱涵的这个问题。那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感谢土城鹿耳门圣母庙他们从上上下下大家齐心努力，也感谢设计团队和施工团队。那市府对于这样子安南地区也是土城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亲子悠游公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接下来还会持续再努力。那感谢鹿耳门圣母庙，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8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虽然今年到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未传出天狗类的本土病例，不过隔壁的高雄已经出现新一波本土性天狗类。为了量早找出社区稳重的病例，台南市政府宣布，市民自主通报确诊天狗类，得当得到1000块的奖励金。外籍移工由雇主或者是中介公司通报，每例500块，希望会当趁疫情也未发生进前提早防治。为有效防堵社区潜在天狗类病例发生，市府办理天狗类症状莫轻忽自主通报保健康宣传活动。鼓励中介业者甲雇主，若是有发现受雇者有疑似症状，会当到卫生所进行 NS1 快筛检验，同时也借出自主通报奖励金，希望有效杜绝天狗类疫情的扩散。鼓励我们的责任医师，另外一方面拜托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还有外籍移工，还有仲介，大家一起来小心来努力抓到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病例。那因为我们担心社区潜在流行，也担心有一些隐性的病例，或者说它症状不明显的病例发生。因此呢，我们除了对于蚊子的部分加强清除滋生源之外，对于人的部分可能的病例的部分，凡是这个一般民众还有移工，他们发现自己有一些症状，然后这个去就医，然后经过确认是这个登革热确诊的病例的话，那奖励金是1000元就是自主通报。那因为是你自己发现的那这个如果是雇主外籍移工，雇主带你来的话，奖励金是500元。那如果是这个前1000例的这个病例由医师主动发掘的话，那这个医师通报的话是2000元的这个奖励金。我们这一次呢，特别为了鼓励我们的这个民众来自主通报，因为唯有你自己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及时的通报，我们才不会这个有遗漏的境外移入个案来引爆本土的病例。疾管署嘛呼吁民众，若是出现身体不爽快，同时符合天狗的病症，嘛要特别注意。发烧、肌肉骨骼疼痛不舒服，大家就要先想到是不是跟登革热有关系。第二个，有没有注意到说是不是最近有出国的一个活动史或旅游史这14天之内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活动史？
第3个，有没有被蚊子叮到？好，那这个也要留意哦。第4个，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家人最近有没有人有感到不舒服？好，第5个就是如果说在这个附近你住的社区或者是你的公司，还有你服务的地点，如果有在做这个喷药或者是类似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滋生源的这个清除或防治工作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附近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市长委提着呼吁民众爱谨慎有防，尤其拄着雨季，真侪所在落雨过后拢有积水。希望民众甲市府防疫团队做伙合作，做好执行员清除工作。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卫生局在不在？劳工局在不在？伫顶礼拜六举办第1届座谈宣讲以后，民进党台南市党部18号也由主委郭国文召开记者会，一方面说明党部未来工作计划，另外一方面也发布党部的人事，由前台南市员古木哈石担任党部执行长。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郭国文伫上任以来，首次召开记者会。会中首先公布党部的人事，包括执行长由着曾经担任3届的议员古木哈石来担任，希望借由女性加上过去对原住民议题的重视，希望带领党部团队发挥战斗力。记者会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我要公布我接下来的团队哈。那我邀请到呢，我们在3届的市议员的古木哈旧，来担任我党部的执行长，那古木哈旧基本上大家都对他非常的熟悉哈，他过去对原住民的议题十分的关注，也相当的专业。那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相当有素朴的正义感，而且有原型理念的政治工作者。那所以我今天慎重邀请他来担任这一个党部的执行长。那我20年前的时候担任党部执行长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从公运部门转战到党务来。那时候我也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劳工朋友的关心，不论是法案上或政策上的持续的一个关注。那古木也是一样，只是对象有对象别不同而已。我相信他到党务系统来，也会如同我当年得心应手，很快就进入状况。对咨询到接下民进党部执行长的职务，古木哈石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一方面感谢主委的肯定和信任，未来嘛将努力完成主委交办的任务。非常谢谢主委对我的肯定跟信任。那接下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其实我是诚惶诚恐。那未来以战战兢兢的心态我想我会努力的去完成主委所交代的任务，不管是说在未来的党务的改革，还是在未来加强我们跟民众跟基础党员这样的一个沟通，我想这是未来我很重要的工作。因为古木哈石伫担任议员时，一直拢是无党籍，现场的媒体嘛好奇来询问，当时会来加入民进党，古木哈石嘛回应，随时拢会使。离原先执行长张梦辉以及立委国会办公室许介仁，则担任主委的特助。未来工作重点将以党务革新为重，同时嘛将加强甲地方民众的沟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伫去年全国运动会游泳项目得到3银4铜，全中运有10金11银1铜，成绩是近年来上界好的。不过，基层却怨叹台南市是6都唯一无国际标准游泳池的城市，因此议会无分党派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体育局尽速盘点会当用的土地，积极争取符合国际赛事标准游泳池。对去年全国运动会、甲今年亚洲分龄赛以及全中运等，台南市游泳的项目得奖数会用讲是30年来上好的成绩。但去年的全运会伫台南来举办，游泳选手却无感受到主场的优势，互基层来怨叹台南是6都唯一无标准游泳池的城市。选手很重要，台南是长期提倡什么都要永续啊。我游泳选手无所在通练，逐工都拢爱摕公文，被学校互踢皮球，不要让我们练或者什么难题一大堆。
就连要去比赛成绩，都跟那个游泳池的环境都有关系，水深也不够，水道也不对，跳水台也不标准。我们是直辖市，真的这样子很奇怪，也很难看啊。最大的在于缺乏临门一脚，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成绩，没有一个标准的游泳池，也是一个原因啦。那以今年全中运为例啊，因为我几天都待在现场，那么我们的选手输在起跑点，鸣枪起跑我们就输人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练习跳水，因为我们的深度不够。那输在起跑点，但是我们难能可贵，还得到了金牌。对此，台南市议会伫议员蔡小伟的号召，议员无分党派，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体育局爱尽速盘点会当用的土地，极力来争取符合国际赛事的标准游泳池。我知道你们有提4、5个地点啦，哈，不管是在安南区还是在归仁，然后相关的，甚至是在安平区也有相关的啦，哈，最起码要一个期程出来，偌久会当评估出来，有啥物土地会当用，还有计划案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现在6月，年底会当的，半当的时间。我看这个评估算出来吼，这个部分吼，可能就是迄个年底进前拢要出来。因为你即马若无所土地，你中央申请经费还无可能啊，所以这部分先甲评估算出来，然后呢，若要变更，你就要可能等一等，但是咱变更能同时进行，同时进行申请。当初你们这5个口袋名单一定有你们的评估，原来就有一些评估了，你才会去找这些名单出来嘛。那你口袋名单拿出来之后，你要去做的是什么？优劣势的评估嘛。针对体育局目前盘点的5个所在，因为搁咧评估。议员要求伫1个月内将评估的报告送议会委员会。至于兴建国际游泳池，经费预估爱15亿，嘛请体育局爱来向中央争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黄伟特宣布，第64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7月将伫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欢迎全国民众来台南看科展，做伙支持台湾科学教育未来发展。第64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要刷到大台南会展中心办理，市府特别举行展前记者会，由台南市长黄伟特、副市长叶泰山、教育局长陈升辉，含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馆长刘慧卿来正式开动。欢迎各位。好，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朋友们，在暑假期间陪着孩子们一起来到台南看科展、逛博物馆，相信可以收获满满。今年展期为7月22号开始到28号，以趣味科展、精彩台南为活动标语，大约有400件作品、2000多位书生参展，100位科学活动单位，教育局抱着办喜事心情，出动全市27间中小学。到底超过1000名人流。国民教育如果把科展的科学教育呢，把它趣味化，孩子一定在从中非常有趣的那么去学习科学的知识。对生物、对物理、对化学有兴趣，我都推荐各位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件一件的去看，一件一件的互相讨论。另外，还佫规划9条科学之路参访路线，大树讲座探索太空科学奥妙，科展嘛举办工作坊。提供老师进行优质研究观摩甲交流的机会，让学生会当自细汉培养对科学教育的兴趣。台南新闻小会采访报道。营业50档的高价汕头鱼面，因为近年来做鱼面的原料狗母鱼愈来愈歹掠，所以店家不得已伫2021年结束营业，互真侪人客非常的唔甘。时常询问店家何时会当恢复营业。历代头家卓明杰接手以后，开始启用其他的鱼仔来制作鱼面。试过真侪种类以后，总算找到替代鱼仔，互民众会当过来食到这项传承半世纪的美食。还不到中午用餐时间，店铺前已经排满许多民众，因为这碗鱼面，他们已经盼了3年多。原因是因为制作鱼面的原料狗母鱼，这几年因为海洋生态的改变，产量越来越少，加上小老板卓明杰手伤，无法长时间制作鱼面，
种种原因加起来，让他们不得已在2021年时决定停卖鱼面。当初是什么原因？哎呦喂吼，这好像啊，做啊吼，手拢发炎安尼啦，啊，毋过也无鱼啊，吼，然厝这时间然后休困一下安尼。对，迄阵嘛搞无鱼嘛较少嘛。较少，嘿，迄阵就开始渐渐较少，这嘛真少。好味道终究令人无法忘怀，许多老顾客不时敲碗呼唤，询问卓家何时恢复鱼面贩售。小老板卓明杰在手伤舒缓后，便开始尝试各种鱼类，希望找出除了狗母鱼外，其他适合制作鱼面的鱼类食材。经过不断尝试，终于找出旗鱼及虱目鱼，再次重现卓家鱼面飘香50年的好味道。你刚口感口味有改变不？都一样，都一样。因为创始人到现在我都来。好吃，我觉得口感很特别。跟吃鱼丸那种鱼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之前有来吃过这家吗？有，是爸爸带我来吃的。所以你是算从小就吃到大。对。但是你觉得它的口感是怎么样？好吃。好吃。对，鱼面跟肉燥饭都很好吃。很多老顾客建议说，很想再吃到鱼面。他说，主要是这是我爸的传承，希望能再继续把美食传承下去。虽然成功复刻了好味道，但因为是使用2种鱼类混合制作，所以过程更费时耗工。现在鱼面的产量只有过去1半左右，好味道每日限量。原本是1小时可以做4斤，现在这种鱼现在是1小时只能做2斤了，差了一倍的时间。所以限量了。对啊，限量有限。看到儿子努力让鱼面持续飘香，这也让老板卓吉义感到非常欣慰，放心将店交棒给2代经营。希望老顾客们有空能够回来试试卓家鱼面的好味道。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你敢知影上等是啥物呢？其实这是南部人才知影用词，也就是伫特定的时间地点，毋是每一天拢有的市集的一种。有一寡人会想讲是夜市啊，但事实上是有差别的。到底上等甲夜市啊是差伫倒位呢？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台湾的闽南语北中南有区域差别，从部分用语还可以分出你是哪里来的。例如筷子分成低跟嘟，吃粥分成假梅、假梅、假梅。但是您有听过熊蛋这个词吗？没有。那你猜它会是什么？文具店。熊童。熊蛋。熊没有。最好的意思。熊蛋一词来自日文的商展，通俗使用就是买卖食物以及生活日用品的市集。有些人也会认为是夜市，但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夜市啊，甲商店的差别，主要就是讲商店是迄种，就是讲某一天的暗时较有的迄种的，迄叫商店啊。总讲逐天暗时拢有的，咱会叫做夜市啊，像迄六合夜市啊。商店的话对无买食，像咧汉堡、咸酸甜啊，吼，雪绵冰啊，啊用的对无，包括我国中时阵的水塘测验卷，我妈妈买的煎加煎啊，佮来3来块，嘛拢伫遐买。啊，我看到迄卖药啊，吼拍拳头的师傅嘛是伫遐。因为地域和年龄层，熊蛋一词有不同的理解。现今交通发达，资讯互通，熊蛋似乎慢慢不再被使用。不过因为早期交通不便，有些地方就只有熊蛋的说法。夜市啊，这名词对记我足后壁较听到，对我迄时阵读高中的时阵，要去市区，学校边啊有六合市啊，所以我迄时阵就较知影讲有六合夜市啊，这个名词。台湾闽南语丰富有趣，随着不同地区时代发展，也有不同的变动。熊蛋这个词就像是见证台湾南部历史的一部分，年轻人不知道的也很多，似乎逐渐成为时代的眼泪。记者王仲凯、李凡飞，公视报道。台北市环保局去年发布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推动计划，鼓励场所加强通风换气，并且引入空气杀菌的设备。经过认证的场所已经有131位，其中知名百汇影城更加是第一间得到紧急认证的电影戏院。疫情后，室内空气品质与通风受到重视，尤其像电影院场所，民众忧心疾病传染几率是否较高。但知名百货影城就响应环保局推动的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计划，主动开启中央空调引入外气，并自主装设杀菌系统，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观赏电影的环境，获得环保局金级空品认证。
那我想，首先大家可以知道，在疫情过后啊，后疫情时代，过去我们可能都是用这个戴口罩哈，这个被动型的防疫。但是大家从这个后疫情时代之后呢，大家开始在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主动的防疫。那所以主动防疫就变成现在大家最重视这个空气如何能够有一个好的空气品质。所以我想，首先我要非常谢谢这个我们微风集团哦，在我们去年这个3月14号开始推动这个室内空品的这个场所认证的这个推动计划开始之后呢，这个微风集团就一直非常的重视，而且相挺哦。我要告诉各位，的确，因为室内的空气品质不只是对这个来的顾客消费者来讲很重要，我觉得对在员工我们自己对于员工的这个工作环境的照顾也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微风集团非常重视员工的工作环境，重视消费者的这个安全环境安全。我想这真的是善尽所谓的我们这个社会企业责任哦。整个这个气候变迁异常啊，所以很多各种异常气候的来临，让我们知道就是近零碳排这件事情是全世界每一个地球公民是一定要积极马上进行的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有台北市政府有环保局的这个代理之下，让企业可以跟随我们一起来努力啊。那这个环境真的是充满了挑战啊！企业不仅需要思考如何经营，就像刚才局长所说的啊，要承担起更多的企业责任。所以企业呢，不但要创造，而且要坚持更多环保的行动哦。就是企业的责任，就是要带动我们这个社会，要一起共建好的一个城市啊。那微风集团呢，我们就是接连投入大概有500万在空调箱自主设备，我们也非常谢谢福基庄的这个除菌系统哦。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提升员工工作环境的品质，那更能营造商场优质室内的空气品质，保障消费者的呼吸健康哦。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那么微风呢，我们将 ESG 跟 SDGs， 我们是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那我们深信，只有坚持，透过共同的努力哦，保护好我们的地球，保护好我们的环境，企业才会永续。那么我们秉持着以客为尊的这个理念哦，我们会继续提供给顾客安全安心的商场。那么我还是要再一次谢谢台北市政府环保局观传局还有福基庄。非常谢谢环保局的指导。那么微风集团我们会再接再厉，在环保的议题，在 ESG 的议题当中，我们会坚持持续的努力的。这家影城是首家通过认证的电影院，在疫情后主动采取防疫措施，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也间接带动北市观光行销。那我想我们在这个推动之后的这1年多来，我们目前已经有130几家的这个场所得到认证。我想这得到认证之后，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希望台北市的各个场域都能够是一个安心、安全，然后让市民朋友们觉得，我出来不管是消费，我出来活动，我都能够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所以我想这个除了谢谢微风一起来努力之外，我觉得当然也跟大家报告，在很多的这个场所大家一起陆续认证之后，我们环保局呢也特别推出了这个室内空品的安心地图的网站哦。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大家所有得到认证的这些场域都能够公开出来，让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他想要，比如说我今天想看电影，那我一定要选全台湾第一个得到金级认证的电影院嘛，那如果我想要去吃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先去选全台湾第一个被认证金级认证的美食街呢？那这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它也是一个很正向的让他们觉得我至少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想这个要非常拜托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努力。我想这个是我们我特别要跟大家报告市长我们讲市长在第一次跟大家在讨论这个室内空品的时候，市长就一直不断强调，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让市民朋友们他觉得走到台北市的很多场域的室内，走进这个室内里，他都感受到那个空气，跟外面的这种空气是一样流通的这么清新的话，
市长说，那我们就真正做到让市民朋友们觉得安心放心，而且让市民朋友们会觉得，台北市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我想这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努力。那未来的确，我想在推动的室内空品计划上面，还有很多我们要一起加油、一起努力的部分。那当然我要谢谢福基庄这个长期以来也很认真的在投注在这一块。我也跟大家讲，刚刚讲到100它这是细菌数我告诉大家降到100以下，100左右，真是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像我自己刚进来，我就说我以前看电影的时候都来微风看，那只是后来忙了以后，几乎都已经很多年没有踏进电影院结果今天一走进来，哇，觉得这个跟以前的电影院的感觉，那个呼吸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环境。环保局也开发室内空品安心地图网站，民众上网就可以看到取得认证的场所。目前已有131处场所响应，并鼓励企业踊跃申请认证，会有免费室内空品巡检资源，专家针对场所诊断给出改善建议，有助提升品牌形象，一起树立优质空品典范。记者汪云君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